今头来宜兰头城有民众自发性举办台语小主播的活动，对实际采访到新闻的报送，拢互囡仔去体验新闻工作者的生活。唔通看了无点，细汉囡仔拢真有办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卓子成。今麦我伫头城含笑食堂。今麦为恁介绍的是咱的摄影棚。你无看唔到，这就是这阵小主播专用的点影屏。除了报新闻，就连外景主持嘛考验袂到。13行是清朝时代渔港附近的13间厝连做伙，所以有这个名。林水文对半年前开始办小主播的活动，嘛将影片放伫 FB 的专业顶面，除了互小朋友会当熟悉故乡，嘛希望报送上在地的头城新闻。伊感觉讲咱头城无家己在地这的新闻通啊看，所以希望讲咱家己来试看卖，咱做咱家己的在地头城的新闻来试看。一开始就是讲我若是用我家己来报安尼可能无啥物人要看，所以我就是讲咱来找囡仔来报。而且我家要求讲一定要用台语来讲，因为我们希望讲会使来推广咱的台语的这个文化。虽然小朋友讲台语定定夹着喙齿，但是负责监督发音的导信员讲，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听有，而且看到的是真活泼的影片。我早是报电视的编剧，所以呢，我有学过咱讲的文读音，甲咱讲的白读音。因为咱有当时咱遮的囡仔伊咧报这个新闻来讲的时阵吼。伊包括伊讲的发音的这个方式，就是有当时拢去夹着喙齿，尽量咱报出来的这个物件，咱希望伊是活泼的，足古锥的，互大家看甲真欢喜安尼。虽然台语小主播即马才拄开始，但是报上以来，真侪家长甲乡亲拢真肯定，因嘛望未来会当愈行愈稳。除了将台语的风气带动起来，嘛要将头城上有人情味的故事推展出去。记者杨淑晴、张若水、宜兰采访报道。